高雄的汉人历史可以说是起源于旗津，然而旗津的汉人历史，旗津天后宫绝对是一个起点。自清康熙12年（西元1673年），妈祖就在旗津照看着在海里为生存奋斗的先民们，一直到现在，许多高雄人的生命记忆与旗津天后宫密不可分。旗津天后宫的创建是在西元1673年，也就是清朝康熙12年。我们的先民徐亚华，他出海捕鱼遇到台风，漂流到我们旗津。他见我们旗津的地理位置不错，然后就是外海这边的渔获都是可以让他很丰收，所以他回大陆之后，然后找了他们家乡的6位，就是六位邻居啊，然后整个移民，然后来到我们旗后这边。那当然，他有随身迎奉了我们妈祖的金身，也就是我们现在坐在内殿最里面的那一尊妈祖，来到旗后这边定居。整个旗津就是从我们妈祖庙这边开始，整个往外延伸发展出来。这就是我们旗津天后宫草建到至今的那个整个历史。旗津天后宫位于热闹的旗津大街上，见证了300多年来从渔业到观光，各式各样特色商贩们的发展与成长。我们旗津天后宫，它旧名的话是旗后天后宫。那在台湾光复之后，整个旗后改名为旗津之后，我们旗后天后宫也就顺着这个地名的更改，就从旗后天后宫改为旗津。那在民国74年的时候，由我们内政部指定为这边我们旗津天后宫是国家3级古迹。那在高雄县市合并之前，旗津天后宫是整个旧高雄市不管是什么宗教或者是祠庙类的话，它是唯一的3级古迹这样。那即使现在县市合并了，它也是整个大高雄市历史最古老的妈祖庙。旗津妈祖4年1次的绕境，以及大大小小的踩街活动，是旗津人向心力的重要来源。不分男女老少，共襄盛举，自会来到老练。还有全台唯一的海底绕境，就是旗津妈祖的精彩事迹。旗津妈祖的话，就是它4年会出巡绕境1次。绕境的范围在日治时代的话是旗津绕境，然后还有包含到鼓山的哈马星。那现在的话，就是随着信仰圈的改变，我们妈祖庙的绕境都是着重在旗津为主这样。那2年前有一个就是就是全台湾首次破天荒的第1次绕境，是高雄渔会他们邀请妈祖到渔会那边坐镇。就是保佑那个渔捞顺安，然后船公司他们就是行行满载这样。那个庆典是在高雄的前镇渔港，就妈祖在那边庆典完之后，隔天也是破天荒，我们高雄的过港隧道，它是从来没有开放行人去步行的，它也是配合我们妈祖要回旗津的安坐，它特别在那一次开放我们妈祖全程步行，然后整个神教还有我们的随行的香客，从高雄的过港隧道，然后从前镇步行回到旗津，这个是算有史以来的，就是平常我们绕境都是走平面的，那一次就是我们绕境是行海底、顺海底这样子。在天后宫里忙前忙后的陈冠明大哥，说到与天后宫的缘分，竟然是从很小的时候在庙口玩耍开始的。庙口前的石阶就是他童年最爱的游乐场。我的阿公是澎湖人他就是年轻的时候就来我们旗津这边工作。在这里就是我的父亲，然后是我都是在这边诞生，所以我在这边就是3代都在旗津这边呐。我小时候因为我们家就是住在
天后宫庙旁。那小时候就是在玩的时候，都会跑来天后宫这边玩啊，就整个在庙内庙外这样子跑来跑去。天后宫的前面有一个小石阶，那有一个小斜坡，这个是以前小朋友的时候都会在这边溜滑梯这样子。所以从以前天后宫跟我的记忆里面就是密不可分的，所以我也没有想到说长大会来庙这边服务啊，为妈祖服务这样。现在的陈大哥也非常喜欢孩子们来到天后宫游玩，体会一下他小时候的欢乐时光。以前的话就是妈祖圣诞的时候，这边就是最热闹的时候啊，就是会来这边玩。然后庙口有歌仔戏，有戏台，就是会跟着大人邻居来这边玩，然后在这边看戏。那当然附近的话也是会有一些小东西，小东西可以吃这样子。不过现在的社会经济快速变迁，以前庙宇的虔诚信仰已经越来越淡薄，许多年轻一代甚至已经不是很清楚进入庙宇应该要如何参拜进香。我们旗津天后宫的话，庙内总共有12个香炉，然后16炷香。那当我们从左边龙边进来的时候参拜，它第一个就是对外，然后我们像的拜天公啊呢，然后之后在我们的正殿这边，从我们的正殿妈祖参拜，然后再左右这样子的，就左边的话是祝生娘娘，右边是福德正神，就是诸如此类，就是先从左边开始参拜，然后拜完之后再到右边的那个王船或者是三山国王那边。那现在一般参拜的话，我们就是带鲜花1对啊，然后束3生来，就是摆放在我们的前殿这边。这些就是我们来现在就是近期来庙参拜的话，就是我们要带的这些贡品这样。建庙至今已经有350余年的旗津天后宫，历经了清理、日治、政府迁台，见证在高雄发生的大小战役，却幸运地躲过烽火摧残，至今依然屹立不摇。在地的耆老都非常感念妈祖婆的庇佑。旗津的话，在遇到就是从以前到现在，台湾的各个战争史上，它并没有被摧毁过。就是跟那个就我们的妈祖啊，或者是其他神明，拢有灵霞，就是保庇，就是保佑我们在地的居民安全这样。所以我们听下来的就是也是会有人来询问说你们的庙那么久了，都是原貌吗？就是这个原貌之后都没有被战争摧毁到过吗？那就我们祈祷都有去讲下来，就是那时候的炸弹啊，或者是一些炮火无情的攻击都没有波及到庙跟附近的人。走进旗津天后宫，处处都能看到300余年来老工匠的精湛技艺。经过岁月的洗礼，一砖一瓦都让人目不暇接，弥足珍贵。我们天后宫的话，它就是传统的南方庙宇格局，就是有2殿5门，然后左右2户室，它的在整个就是建筑格局上面，就是比较像旧时代的帝制的格局，然后借由这些格局来凸显出天后崇高的地位。那早期它的外墙的话，它是石灰壁。在民国70几年、80几年之后，早期的人看咱妈祖比较兴旺，然后他也想要来为妈祖奉献个心力所以说那时候就是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把整个庙做个大翻修。他就想说，就是我们要为妈祖奉献，都要用最好的。但是他那时候的人也没有想到说，就是一些古迹文物的保留维护这样。
所以他就是洗石子，把它洗上去，说啊，这个就是我们最好的施工工法。所以现在看来就是都是有一些微妙的改变那个庙的外貌这样。最早的话就是我们正殿，也就是我们天后宫的开基妈祖，那七七妈祖，它现在就是迎奉在我们庙的内殿最里面，只要往内走的话，就可以看到我们就整个高雄最老的妈祖金身。当然，老庙的话，它有一些匾呢，都在清朝的时代就是沿传到现。那当然，我们每一间庙宇它都有它的在地方的历史在它的地位上面都有各自他们的发展。那依我们旗津天后宫的话，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匾额，它叫做见官不爽。这个匾额在这边非常的有趣如果依我们近代的人看，就觉得说好像是那种北宋的刚刚这样子，但是这个匾呢，在光绪年间到现在已经有100多年了。制赠天后宫制赠这个匾额给天后宫的人，他是当时的凤山县正堂李健。他在他们的官府的时候，然后耳闻远在旗津的天后宫香火鼎盛，然后庙内的雕梁画栋美不胜收。他就是传到他的耳里，他想说他一定要找个时间来天后宫参拜，然后并好好的欣赏一下庙内的种种东西这样子他当然他就是特地拨空专程来天后宫参拜之后，他衷心认为他这个天后宫的传说啦，或者是天后宫的庙景，或者是天后宫的香火，并没有违背他人所转述的意思，所以他就特别立了一个匾额见官不爽。他来看过之后庙内的传说没有违反他人所转备的这样子。那另外一个意思也是说我们来这边屡看不爽的意思这样。一般庙宇的话，它的庙内都是龙柱。那天后宫它比较特别有一对百鸟柱，就是龙柱的话，一对是2根嘛。那左边、右边的那个龙柱，它各刻了50只鸟所以加起来是100只。所以它这一对百鸟柱是总共有100只鸟。那为什么要用鸟来代替龙呢？那就是当时的那个来盖庙的师傅他们就是要拼赌，因为一间庙的兴建不会只有一个师傅来他可能同时间有2至3位师傅来为庙宇施工他在绞尽脑汁嘛，就是他就是特别构思之后，他觉得说他用石头的缸，然后在石头上面雕画鸟，用鸟的楼来呈现这种刚柔并济的这种效果出来。37年重修的时候有特别聘请到我们国宝的彩绘大师陈玉峰来为我们庙来就是添加几分那个就是历史文化气息的东西，就是在我们前殿跟正殿的左右两侧总共有6幅我们国宝彩绘大师陈玉峰的那个就是他的作品这样子，非常欢迎大家来的时候可以细心品味一下。不只是躲过2次大战的摧残，在日治时期，日军皇民化的高压政策让台湾许多庙宇惨遭破坏搬迁，但是旗津天后宫依然奇迹似的逃过这场浩劫，幸运的保留至今。早期日治时代的时候有皇民化，所以在我们旗后山上面有一间临水宫，然后跟一间那个鲁神咒的庙，它就是有被拆毁那些它的庙的神尊跟匾呢，都有把它供奉到那个天后宫这边来。在耆老的，就是他们的口述历史中有讲到，那时候的日本政府也是有来看到这个天后宫这间庙这边，那可能就是说它第一，它的历史已经算高雄最古老的妈祖庙了，然后第二，
当时的天后宫它香火鼎盛，它如果要把庙迁走或者是迁移的话，可能也是会引起不小的反弹。再来就是说，我们天后宫如果正殿的话，大家可以看有供奉一尊如来佛祖，那就是皇民化的话，它道教的庙那时候的日本政府可能会有意见，但是日本的信仰是比较偏向佛教的所以那时候可能就有一个通融的方式，所以就是天后宫有信奉就是如来佛祖就等于是可能就比较偏向佛教，那天后宫就得以保留下来这样。旗津天后宫有2座清朝到现在的石碑，就一座是民间的，那另外一座是官方的。那官方的石碑是福建水师他们特别颁定的。因为早期的官史良莠参差不齐，资讯也没有那么发达，他为了说怕当地的官员欺压百姓，所以特地搬了一座石碑镇压在这边，让当地的官史能够看到说就是这个是上级特地颁定的石碑，然后严禁贪污，然后严禁欺压百姓。这个是官方的石碑。那另外一座民间的石碑的话，就是早期打狗港不像现在那么宽阔，所以渔船或者是当时的商船要进来港内的话，会比较就是会塞船或者是它整个流线动线会受到影响。所以在船主跟船主之间，他们有特别有个默契，就是我们什么船来，然后要怎么走，然后进来的时候要怎么去排班，或者是卸货、卸渔货这样子。那如果违反的人，必须要罚戏台，然后罚灯台给天后宫演给妈祖看，或者是给里面的众神明看。这个船户公约就是当时候的商船、渔船之间他们的船主所立下来的石碑这样。旗津不只是高雄汉人的起点，丰富的海洋资源更是现今游客们必访的观光景点。旗津天后宫为了让络绎不绝的香客们能够就近安度一宿，香客大楼也改造得十分新颖舒适，让香客能尽情享受旗津夜晚的海风与浪漫景色。启丰会馆的话是旗津天后宫的香客大楼。那大家知道，就是旗津天后宫，它是位在我们旗津最热闹的旗津老街中间。所以每年的话，来到天后宫或者是来旗津的人，就是都有上百万的人来，就是整个观光局的统计，就是来旗津的人有上百万的人数。天后宫就是为了说让来旗津游玩的人或者是来天后宫参拜的人能够在忙碌了一整天，或者是来旗津玩了一整天之后，有个非常舒适休息的地方，所以特别新建了这一座现代化的香客大楼旗丰会馆。那会馆这边的话，就是因为我们是香客大楼，所以它也把它设定的比较前修那样，所以在外观上或者是内部上，不像其他的那种旅馆或者是饭店那种比较鲜艳或者是比较亮丽这样。那在房间里面的话是有29间双人房或者是4人房那非常欢迎大家说就是来旗津游玩，来天后宫参拜之后，那当晚就住在旗津，然后感受一下我们旗津夜晚的徐徐海风放松心情。就在天后宫庙前，旗津老街的美食远近驰名。比如这家冰店，不论是春夏秋冬，游客们都不愿放过这清凉的好滋味。这间店的店名跟我们老板的大儿子有关系，然后像我们2楼就摆一个道字，道教的道，因为我们老板他的大儿子叫做刘和道，有道字，就是包括店名还有2楼摆设都是希望就是可以让他儿子有朝一日回来旗津，然后这里有个冰店，是他爸爸为他开的。
冰店老板刘正仁就是在地的旗津人，他把母亲留下来的木质碗橱整理一番摆在店内，不只实用，朴实的质感也让游客们有种仿佛回到小时候跟着大人吃冰的甜蜜回忆。我们老板他是很喜欢交朋友的人，然后不止台湾，他因为他曾经在英国游学，然后他有很多外国朋友，什么英国、日本，然后中国都有。像如果在1楼照片，你可以看到很多国外的人，什么新加坡、日本，然后英国、美国、德国都有。冰店老板经常游历各国，结识了许多外国友人，但他最终还是回到旗津开设冰店，也让外国友人在台湾可以有个落脚的地方。如同旗津人爽直的个性，他所卖的冰品用料也必须是新鲜与天然的当季食材。那我们先讲，首先我们的混元冰，我们混元冰就是外面那种讲八宝冰。我们八宝冰那些红豆、绿豆、薏仁那些料都是我们老板自己煮的，然后他选的料都是会选最新鲜，然后最佳的产地。他的理念就是他要像附近海产店那样，就是坚持新鲜，然后用简单的料理方式呈现出食物最原本的味道。因为我还有我们老板他家人都是喜欢吃冰的人，然后他希望就是能做出让自己还有那个他家人能吃的冰，他认为就是自己敢吃才能给客人吃。像高雄的夏天很长，然后游客在那边来回走走，他一定会流汗，他就体谅就是做出爽淋冰这种东西。它爽淋冰我们里面有柠檬汁、盐还有糖，它既可以消暑解渴，然后又可以补充钠。比较多人点的，我们有水果冰。水果冰，因为我们会选择最当季的水果，然后我们会选最新鲜那种。然后我们的水果不会固定的，就是一年四季都会有不一样的水果，可能有时候是香蕉，有时候是西瓜。我们都会当天现切，然后水果冰我们都会铺满整层，然后就看起来，我觉得是我自己做员工，我就是做起来最有成就感的东西。为了迎合现在年轻人的口味，所以我们老板也有做雪花冰。我们要先把这个冰放进这个雪花冰机里面，然后必须把它夹紧。然后再来，我们要挖一球冰淇淋。再加一点巧克力碎。然后我们要开始放草莓，我们那个草莓酱都是我们老板自己做的，然后上面草莓会铺满那个外表，然后还有加一球冰淇淋。新鲜的水果配上老板自制的果酱，哇！炎热的夏天来旗津，真是消暑的好去处。美丽的旗津历经了多少的时代变迁，如今依然魅力十足。无论是丰富的历史人文或观光美食，在都吸引人们在旗津流连忘返。我高中就是读类似航机系的科系，就是那时候叫航海系，然后我直升就是上这边的国立大学，然后这边叫航机系，然后因缘机会就来到旗津读书了。在旗津读3个月，我觉得旗津很多地方都很美，像我们有时候会有心事的时候会去海边的贝壳博物馆啊、彩虹教堂那边可以看海景，然后又可以踩水，很漂亮。然后还有像那个旗后山那边，旗后山你上去之后，你可以看到整个高雄港区的景象，然后还有对面的85大楼那些灯光啊什么的。然后
还有这里老街有那种浓浓的那种人文气息，然后悠久历史文化。因为我知道这边的天后宫是全台最老的庙，在天后宫里面你也真的能感觉到那种就是有那种外面一般那种新盖庙没有那种感觉，就是很浓的文化气息。然后在这边的人，我觉得这边的人都很淳朴，因为我可能生活在北部，那边人步调很快，然后这边步调很缓慢，然后跟他们聊天就是常常可以很放松，不要没有那种需要在意的东西。